镜头来国外再去看世界，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与正有对外讲，日本有来表明讲因想要办领袖峰会。不过即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对外避讳讲，伊对这件代志完全唔知。有韩国媒体就认为讲，这场峰会无啥可能应该办袂成。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小妹金与正，25透过官方媒体调动社发声明，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北韩表达举办领导人峰会意愿，希望赶紧甲金正恩见面。金与正目前是朝鲜劳动党的副部长，掌握重要的权力。伊伫声明当中讲，想要改善日本甲北韩双边的关系，爱看日本敢会提出有可行性的政治决策。因岸田首相8日出席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 针对这件代志，伊讲伊唔知影。まず報道、今ご指摘の報道については、私はまだ承知してお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これは従来から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が、日朝関係、拉致問題等の諸課題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はトップの会談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日本甲北韩顶一届领导人的峰会是伫2004年，迄当阵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甲金正恩已经过身的老爸，也就是迄当阵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见面，我亲身针对人质绑票的问题甲北韩协调。现今的领导人峰会若讲会成，这是双方20年来上关层级的见面。岸田真正捌讲到，伊希望伫无任何前提之下，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 不过，金与正即届声明指出，日本爱停止干涉北韩行使主权，而且莫阁讲到绑票的问題。若無就算舉辦峰會，也無法度促進兩國互相信任。拉致問題がすでに解決された後の主張は全く受け入れられな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日朝平壌宣言に基づき拉致核ミサイルといった諸懸案を包括的に解決するとの方針に変わり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日本媒體認為講，北韓有想要透過甲日本拍好關係，來弱化美國、日本、韓國安全合作的關係。也讓岸田政府當想要佇綁票的問題得到進展，有關內閣持續降低支持度。 韓聯社分析，因為兩國佇綁票的問題攏無啥可能讓步，雙邊會談要講會成，並無遐爾簡單。公視新聞，梁間編譯。